农委会林务局对2当前推动林下经济，即马搁再增加台湾山地品项，也开始放令一个保安林地会当建造一寡规定，互农民会当有新的经济收入。 2当前，农委会林务局推动拿地经济，开放树拿下骹、通市芳、种段木、香菇等等。即马搁增加台湾山地的品项，嘛开放保安拿地来种。内政部营建署呢，也在今年呢修改了非都市土地管理规则，有关这个保安林它的容许项目也新增了林下经济这个项目，所以呢，在私有保安林地那或者是 租用的这个国有的这个保安林地的这些林农们呢，也都可以受惠于这项政策啊。过去农民因为拿地法规限制，收入有限，只好种水果等等，违规使用山坡地。林务局表示，考量山地的栽种免用农药，免落肥，一当搁通采收几纳届，对因来讲应该有新的经济效益。采摘芽叶来讲的话，并不会说是造成它在当地环境上一些的压力因为它还会持续的成长这样子来讲的话，对于这些林农应该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忙。为着维护台湾山地的基因甲生态，经营区域嘛以中南部甲东部为主。林务局嘛表示，林农通就近到乡政区公所、林管处等等来申请经营。记者陈阿文、曾派文台北报道。